大家一直想睇嘅中古風木係兩房單位起貨啦，仲用咗唔少柔和嘅奶油色同灰色做家私搭配。門口7尺獅字櫃有齊多款間隔，為家居提供充足儲物空間。5尺電視櫃同樣用深色胡桃木搭配奶油色，旁邊飾櫃仲加咗燈帶點綴。下層都有2隻櫃桶同層板櫃，方便業主將客廳物品分類。呢邊用磚牆間房再開個趟窗，確保通風透光。6尺入牆式衣櫃連書台，整組設計唔單止有衣櫃，仲有開放架同獨立收納架。書台位置仲有2隻櫃桶。奶油色床架，4尺床一個人瞓空間絕對闊落舒適。主人房就做咗張5尺雙人床，旁邊再有4尺衣櫃加2尺半嘅梳妝台。衣櫃入面有齊分隔，底部再有2隻櫃桶。由罅床底半邊做儲物，再加4隻櫃桶做收納。L 型櫥櫃做上淺下深設計，顏色就揀咗白色搭配淺棕色。吊櫃底裝咗燈帶照明，中間牆身做珐琅板，方便清潔保養。抽油煙機喉管隱藏喺吊櫃入面。最後帶大家睇埋浴室細節，鏡櫃同樣做上淺下深，浴室櫃吊高設計，避免積水。鏡櫃入面有3層儲物架，方便擺放浴室用品。石英石一體盤更節省空間，外露水管特別包起，令浴室更整潔美觀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3有嘅觀塘門市睇下。